好咱内容，咱会感觉咱工作上，空间，所以嘛，过来那个一从过来，空间这边，知道吗？很好，说完。这个好像。还有过来啊，有过来过好，你知道吗？重新过来过先肯定，爱情，这里方面是很好，后面对你为什么不给？那肯定给他为什么要起码？你加会一点，你加会很见，你优先级别，给他说那个。所以这是啊，它是一个性质，就是人会讲，那个作用大，它是一个作，逐渐的这个，这个非常明显。我想讲，咱大家对习惯都风险，是这种感受严重。你习惯的对人非常多，方面经历在黑子，人的习惯经历在黑子。人都很经历在黑子。你的action，那个内容的经验，他会想我的能量太紧一紧，他来充实，这是这个习惯的这个基本。如果你天天随时在习惯的，一天给我30年，给我40年，那你习惯的这个有80岁，那习惯到60年，不存在。这对人来讲，是一个作大的社会，作大的事情。那个你家己无这个，现在讲呢，那是对的，时间过，伊就是不回来，时间一过就不回来。无可能讲，我今日过马上才到的，这是不可能。虽然是为了讲，一寸光阴一寸金，那瞬间难买的瞬间，这是事情。这不为了来往其他地方，时间过，你知道到这里，这是事情。但是你肯定能怎么样？我跟咱在3年内底当中，每一个人，而且我所看到这，上少要20年以上，上少要20年以上，可能2000以外应该要20年以上，后天虽然20年以上，2年啦，这是讲，但是咱有一个对咱家己有一个内观，咱有感受。我伫这20年，甚至我对有较个认识，我对真理的了解，我对德性的提升、能量的提升，我进步，这是一个绝对重要、绝对重要的。如果咱来感受讲，我今日已经步，我的不会啦，我的还是很不足。那么现在对自己下功夫。其实，个人的修道是对个人心理健康的提升，不是别人在讲你讲，别人是叫我打你讲，别人是讲你讲，别人不是你讲，这点很简单。你想我们可以很累啊，你吵没办法，该吵什么办法？当然，伊是一直用于从这爱心去来满足你的因的。而且问题咧就，咱家己发生，昨昏我无礼拜，我就看20个，我就开始查20个
上过班，很多会议啊，或者讲，其实上过班那个打掉，以前那个能怎样？主办者是一个带动，伊绝对无同一个人领导，但是我即阵咧讲就是讲，诶，咱个随时学得较好，咱去学三步也好，咱是学会也好，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不是就是要人达到咱家己，迄个咱迄个认识，要人达到迄个认识，要人达到安好的什么生活，要人达到迄个。但是因为你咧修办的这个过程内底当中，如果今日咱若学习是因为咱后面讲，我无咱以后就使，安尼，你好成功哦，你好。如果咱今日我是一份书面，甲是份经验，你行起会非常欢喜，是安尼。咱来我是这份，就是因为我讲到了听，我当要出来学，还是我今日无对我的学，无对我的心情，无对我的意见提升，我就惭愧出来学，这是正确。如果我今日那因为你讲听我无出来学的，那你这个心理，安尼当中呢，情况差，我会如果按科学，参详一个耳朵为不懂的意思，不懂的意思。但是教育人员不懂意思，你有点含义讲不出来，你来讲，你内底欠一你的信心，你内底欠一你的用心，你内底欠一你的自信，因为你就是表现哦，你这表现说好，你永远讲不到话，因为你没有能力，你没有能力，你两个讲，我咧做事情，你对我清楚，我嘛对你清楚。你对我用心，我嘛对你用心。我要看看，你若觉得对这发用心，这个一定对用心，一定是无错，一定你会当讲出的，讲出。如果你若讲今日这个发的凊彩，我就今日有咧讲我的啥来复制出来，来叫人家，安尼就咱是建立咱是什么？是不是呢？你讲话是讲差，你讲话是。啊，因为你有讲，但是没有道。有讲无道，谁让有讲无道？这个道是一个你有慈心，你有爱心，你有真心，才能流畅的到位。一旦流露出道理出来，好来听，贡献你的，那你才贡献你的。很简单的道理。功德就是讲，你今天你就是在尽我的精神。我很爱你。我真爱你，我嘛真正做用心的学，到最后，因为一定你能看到伊的这个真实。咱好早年看到伊是，一头就讲叫我手在出来，我讲背时阵背对背，袂记得背，袂记得背，袂记得背，老背对来，一而再再而三，这是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我要说，因为你老公你最爽，我听来讲。所以你一直爱他，他一定会爱你，才能给予刚出。我这么说，我们在刚出的精神，我们写讲师的精神，咱是不是在讲话出来让他可以哇？咱到底在干嘛？我哋把经验，这个研究，我哋在用心我所谓的靠心，你用什么例子来用什么？那能够，这是你在模式上做哦。所以讲道，你要讲出它的味道。讲道理讲不出它的味道，怎么样？按别人的讲说，那个是讲问题。如果你讲出它的味道，你就不出意思。你讲的很感动，你讲的很生动，人家听得很感动，绝对是这样。那你听讲不出了味道，哦，你讲的什么？你讲的没有力量，哦，人家听得没有
有希望。体现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把它的味道发展出来，把它的感觉点出来，把它的真正的真实表出来。所以并且呢，讲这堂课就是所以这是在讲啊，任何一点我们这种一些决定，在你们中看讲膝盖，膝盖，好像做了个脱下来当然你这个是个老大人，也来在一点不见，但是我习惯当然，你们用书本来对意见的力量，就是说，你当然是不能说的来对，但是一点来发言的不同。那如果结果讲不出来，到它对把你味道讲不出来，你的味道讲不出来，你中间可能对什么？好像一种，你讲的很含糊，人家听的是很难懂，并不是完，他的这种力量发不出来。一直输出的来讲，人家输出的结果你就得收到，所以这是什么？预防气改，你这气改的是开始。这起心里面会改心里面。其，因为你最主要注意的是什么？你在对当中收获的东西里面，当然，你这个内容的时候，你理解是什么？其这个是我理解是什么？今天呢，你的起心里面，你的起心里面，其，对不对啦？那我想的是会毕业的话。意念，其这个意念，还有分别，其这个意念，那个几千米你去七六好吗？七这个也七六好吗？你七六好我是好吗？七就是边七，边七啊，咱决定，咱的关键开口，一然之后，咱的心照表，咱的心照表。咱无法当七跟这个人家修七八七边七元啊，所以咱是两种。你这样我给我们用过，是否连我对能力做不了那种这个？我是在谈主要体系，我冇嘅事，有些人做些努力，把阿那个什么什么这些，他是通过好的这个无穷经验经的心，这个心跑开的我八七为了。你要练出来哈，这是跟这过去一点嘛，咱想过修到3年，或者讲修到人修到，那么修到高明的第7个嘛，所以我们要照顾你嘛。现在不，咱无法度人真正安住在咱那的清净，咱是清净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太大。所以这边，那这边这边的安住不是，所以任何应中，我们按照你安住，别让它空间合适，别让它很合适。是我跟我的路线的问题嘛？对吧？你讲，努力比拼，我不说，你真心的听我讲，有些人做些努力，他那个什么什么那些应不是出不是好，这个是这个啦，我是。这个游戏的讲练习，其这个游戏性，其这个游戏性，游戏性才开始这个啦，这个游戏性才开始。刚才呢，那这7件事，游戏性的体验，
清平性这个表，那你清平性摕了后，你讲就爱个，你讲就爱个幸福，你讲就爱个安全。你本来就清醒个，后来安全，后来幸福，免啊，感谢呢，是因为咱期待家己这个念头，咱无法度保持。咱随着咱的意念，随着咱的意识，一直在担心，一直在担心。所以呢，咱饲袂好势，咱把饲袂好势，咱坚持袂好势，改，哦，这个改，这个叫做改革。这个改革它在说什么呢？这个忍耐心，接下来该说，忍耐心。领导不是，这个改不是用文面改，这个改是心的。我意思，因为我既然较先根据这个饲甲饲的条，因为饲的条你不是改，那饲的条就你这改啊，啊这个饲就是已经袂好势，那还有这个改，我觉得，哦，我看你这昨天我的东西。对不对？饲，我本来就是个动心啊，我袂生心啊。这个饲是一个名词，饲就饲里面嘛。但是我这个饲啊，饲袂了，我心内咧讲，我都是改变去，我是改，是我心内去调。咁是咧，是哦，我今日是嘅哦，我今日创造，我今日袂使为我嘅东西哦。那这个改革，领导一些，这个跟旁边的防规则，要讲的。所以企业本身的名字是不就一样？这个企，哦，这个利用时光，袂使离这个质量。你企利用时光，袂使离这个质量。你今日离开质量要改。他是谁呢？以北道第二个黄道宫，三宫，这个跟成功，这个以上的这个，今年呢是在刷鱼，伊若要食一大堆的小鱼啊，是在刷鱼，伊若要食一大堆的小鱼啊，咁就这个玻璃，你这玻璃里嘛，伊都要食，就是因为这个大只鱼啊，去食这。食这小鱼啊，那这个玻璃啊，到底这个啊，我再继续说啊。但是既然因为你这个改就是要，我实在大只鱼去碰撞，碰撞，碰撞它啦，我不容易，啥都容易，不容易，我是安尼哦，互迄个心有牺牲，咱想去牺牲，这个牺牲是咱这个优势。跟讲，我迄个心已经达到迄个自然心，自然心袂得离开了。啊，安尼当中呢，已经一个起来，起来，这鱼仔走过来，这鱼仔收尾，收我们在一起。那即摆就是照着期待这两个当中，就是一出到外口，伊能看到一切相当明确，这个条件拢会都了解。咁是安尼，一定咱是差不多。所以咱必定要照着期待这两字的创啊，来合乎咱的心，互咱的心牺牲，互咱的心自然心，互你的心袂多细心，安尼互你到迄个心自然心了后，你无论做一个关键，无论做一个场所，无论做一个地方，你完全是啊，就是真心。这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咁就咧，最基本方面就是让下雨，下雨，先到下雨，后面下雨进啊。这云南呢，一个讲起来讲会证明啊，这云如果咱来用到一种，那目前语言，那个谁是证嘛？而且这下啊比。我应该
写一切为正的，一切事项所说过的正的，都是邪，不正的，我讲是邪嘛。但是你这个啊，这个就是要分析这个物件，所以我这必须啊，并讲，无偏嘛。伊这个就是风景，所以咱个土，这个土，啊，这个无写伊过来土，啊，没有写伊过来土，故事就没死，对不对？所以，我建议什么？我们会建议，我们把这个得利润，你要去分析，你要把这个一直有这样子情，对，你要把它分析出来，啊，包括你这个人的做这。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力量，那个你做到的今天的不一样。好，这些人我要干嘛？我在讲的是什么？你工作的，你操作的这个力量，你就讲的，我给你几个东西，有个比较，我那个几个点，或者这个说呀，或者这个里面这个，然后你做这几个东西，那种的更不花一样，那你要那个几个点来。这是跟好了，沟通有关的，他自己在说里面以后，已经他我们说了哈，他手里的我们是还是很清楚的啊，他手里比大家都很了解啊，他的时间对吧？因为或许做起的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部分，那么在道理上多加以分析，多加以分析应该对我们一直在讲的是，这是你看一个一个的，要这样一个风格介入别的公司，好，你公司老板能够来调低，能够把它分析，尽量能够分析是最好的，给它第一步给它分析。甚至一起来做出给他做什么这是这个也我们讲到的一个技巧它是导向，这些各位同学，这人是非前道子宫、坤道子宫，一起第三，相互激到母亲生子宫、前道子宫、在子宫、上子宫，这人是非子宫、坤道子宫、在子宫、上子宫，这人是非子宫，一起实架前道子宫、在子宫。上子宫、实架前轮子宫、纵架等式子宫、坤道子宫、在子宫、上子宫、实架前轮子宫、纵架等式子宫。